921大地震已经发生25档了，逐档的9月21是国家防灾日。今仔乌熊学院甲台灾协会模拟伫战争的时公园发生爆炸，带120个经过训练的学员实际来进行紧急的处理佮医疗救治的演练。救护人员甲受伤的民众送去救护车，这是乌熊学院甲台灾协会伫9月21国际防灾日所举办的演习活动。现场有专业的医疗团队，带120位学员，实际演习拄到战争、爆炸、地震等等的灾难，要安怎应对甲保命。921的时候，我蛮害怕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演练蛮好的，就是可以让我们再去回想。我想要替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灾难做好准备。的话，我们模拟的不是平时的那种一般的灾害，而是在战时的时候呢，最深刻的那种必须快速的观察、处置后送的这个过程。乌熊学院表示，目前多数演练拢是无记天然灾害甲战争灾害会有落差，因希望新训练学员来做战争防灾演练，嘛希望未来甲政府合作，即届负责医疗的台灾协会，目前计共有200位的成员，若是有灾难发生，因会以志工的方式到灾难现场做救援。也会是由医生甲护士，还有一寡高级的救护的技术员组成。然后，阮主要是咧做这个灾难的时阵的人道救援的工作。伫今年的日本的地震甲花莲的地震，阮都有出队伍、出人去遐协助因做救灾的工作。拜六是921大地震第25周年，台灾协会提醒民众拄到地震一定要冷静趴落来，稳好调，千万唔通雄雄公公就对门口冲，避免拄到地震尾造成较严重的伤亡。记者陈阿选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